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真挚的爱，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将我们的心摆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全然将自己献上。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全然为你。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力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有短永留，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畏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的眼光和
主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蜜里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地，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单单向你仰望你，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单单注视你。让我们随着你来走动我们的双脚，来律动，来参与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放下我们自己的抓住，放下我们自己所抓住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倚靠着你，跟随着你，让我们生命不再只是注目在自己身上，而是更多的因着主来参与在这些，因着我们爱你，因着我们领受你的恩典，因着我们在当中也回应你的呼召。主啊，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所思所想的全然为你，让我们生命气息也因着你来得着了这许多的恩典与祝福。亲爱的主，让我们回到主你面前来，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主你的话语的充满。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9月26日，让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12章第22节到第30节。尼希米记第12章22节到第30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做大祭司的时候，利未家族和祭司家族族长的记录被保存下来。这记录是在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的时完成的，但是
记在官方记录上的利未家族族长，直到以利亚实的孙子约哈南的时代为止。在哈沙比亚、示利比、约书亚、宾内、甲灭的指导之下，利未人一班一班地组织起来，按照神的人大卫王的指示，一次两班，一唱一应地赞美上主，感谢上帝。以下是负责看守圣殿门旁边库房的圣殿守卫：马他尼、巴布加、俄巴底亚、米舒兰、达门、雅古。这些人是约萨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斤时代的人。那时期也是省长尼希米的时代，经学专家祭司以斯拉的时代。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利未人从他们住的地方被召来参加奉献典礼。他们用感谢的诗歌，把琴瑟的音乐来庆祝。唱歌的利未家族从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尼陀法附近的村镇，并从伯吉甲、加巴、亚玛佛等地聚集。祭司和利未人为他们自己的民众以及城门、城墙主持洁净的仪式。我们今天经文在利未记第12章第22节到第30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当我们在看这几天的经文的时候，会看到这边提了许多的人，在祭司，在利未人，在这许多参与在圣殿里面的人。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去思想到说，在当中其实很多的安排在这里面，这些安排让许多的人参与在这些服事当中。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也让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在这许多的服事里面？是不是上帝也将我们放在这些位置当中？因此在这里面也让我们去看到尼希米，他让这许多的人参与在这里面了，而当然这些人是上帝的拣选。在这每一个家族里面，我们前面也提到说，这些家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传承在这当中，而且他们也服侍在这里面，所以也在当中也把这些放在了这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在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做大祭司的时候，而这些记录也会保留下来。这些记录是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的时候完成的，而在当中也记载了利未家族族长。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好像一直在讲到祭司，讲到先知，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利未人也很重要。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一个教会的建造不单单只是一个牧者在建造而已。其实我们都在讲到说，一个教会的建造很重要的是有所有的人参与在当中。所以其实牧师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们在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而不是我们是长老执事，所以才可以做这些。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而在当中我们大家一起被兴起。然而在当中有一些家族被拣选起来成为祭司，成为利未人。所以这也是从摩西那时候开始，这当中有这些人被兴起。我们这时代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被兴起在不同的职分上。在过去好像我们都觉得好像有高低，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你愿不愿意进到你的职分，去领受上帝给你的恩赐，让我们透过我们所领受的这些，不论是职分，无论是恩赐，我们一起参与在这里面。这当中也讲到说，这些利未人，这些被拣选起来的人，这边讲到说利未人一般地组织起来。其实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也期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小组当中，一个一个小组被兴起，一个小组一个一个被拣选起来。我们参与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服事，一起聚会，一起领受，一起在当中，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做什么，而是我们有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长久以来好像是我们哪些工作哪些服事都有人参与在这当中，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属灵的同伴，我们也能够有一起服事的人。其实我很感动，我们小组当中其实一直有人在回应，我可以参与这个参与那个，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回应，在小组里面的聚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讲的教会里面服事，不单单只是在这当中，而且包含我们外展，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参与在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面好像都只有那些人在做，但是我们都是被兴起的。当你没有参与这当中，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被兴起的那一个？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逃，但是我们要进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利未人，当他们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他们是要被组织起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读经的时候说我们就是单纯那以色列人而已，但是期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那利未人一样，
会组织起来，进到你的位分当中。甚至有一些人是像那祭司一样，所以我们也常在说万民皆祭司，就是你能够带领人去修复上帝人之间的关系。因着基督，我们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这边讲到说，按照神的人大卫的指示，一次两班，一唱一应地赞美上帝，感谢上帝。所以有可能他们分了24个班，或者是更多的，而一次2组人马上来，一组主唱，一组伴唱，一唱一应地，在当中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参与在这服侍的工作当中，赞美上帝，感谢上帝。所以当我们在看尼希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些服侍的同工很重要？其实一直提到了很多时候提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经文里面都只讲到利未人或者是讲到祭司，但是很少会讲到圣殿的工人、圣殿的歌手，这些利未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论是在诗歌或祷告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更多去谈这些，我们很多同工参与在当中，都参与在这里面，很尽心尽力的参与在这许多的服事当中。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负责看守圣殿门旁边库房的圣殿守卫，也有这些同工参与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觉得，好像就台上很重要，但是尼希米这边也特别的把这些圣殿的守卫，把这些你觉得好像很不重要的，或者说一直看不到很多幕后的，其实这些都很重要。其实在以前，当我们在看音乐系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常常看到的是那些主修声乐、主修钢琴、主修小提琴的。其实很多乐器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慢慢的我们也因为一些过去的一些缘故，我们知道萨克斯风、长笛，我们可以念出很多音乐。而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才发现，后面还有一群人呢，是打击乐的，是敲锣打鼓的，但是还有一群人我们是不知道的。当以前我在大专的时候带过一些学生，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叫做应用音乐系。应用音乐系当中，他们讲到说，这跟过去所认知的音乐系不一样。以前我们知道音乐系都是这些演唱的或演奏的，我们都觉得哇，这些人很厉害，这些人很棒。而且当中我们看到，如果少了那些后面那些人，所以那时候讲到说，那音乐系当中有一群人，有一组是做幕后的，就包含他们音控啊，他们那音架怎么舞台搭建等等的，需要有这群人去做起来，然后你前面的才有办法。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些器材进来，你这些器材要怎么摆，怎么处理这一些。所以这些幕后的其实我们都看不到，但是这些人很重要。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们要花很多的心力去保养他们的乐器。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我们说少子化，有很多学校因为人太少，他们没有办法成立乐团，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经费好好去保养他们的乐器。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乐器都在抛售，很多乐器都荒废了，甚至放到快坏掉了。因此在这许多事情里面，让我们去看，其实后面这些人也很重要。我们常常觉得那些看不到的人，但是这些也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库房的守卫，其实他们也是这样子。大家觉得他们好像二线三线的，但是他们也很重要，他们也不尽然是二线三线，他们是很真实的在参与在这些库房放着许多献祭啊，许多乐器，许多服饰，或者说粮，这些器材。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提到了一个天主堂，它的类似一个库房，他们那教堂发生火灾，然后那个起火点是那个类似库房的地方，那地方专门在放神父他们的衣服啊等等的，他们要服侍的时候所放的这所有东西都放在那一间，所以那场火灾那些东西都烧掉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库房很重要，为什么会烧掉？他好像说是电线走火，因为那个房间要保持一定的温度、湿度等等的，让这衣服能够有很好的保存。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不单只是说这个人在这当中做这些，而是这些东西存放的也需要有人保管，也需要有人看守。这样的人其实也都很重要。这边提到这些人，其实他们也在做很重要的事情。而这些人是约萨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斤时代的人，而约雅斤那时代的人，其实也在讲到说，也是尼希米的时代，也是以斯拉的时代。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这么多人，祭司、利未人以及圣殿守卫，这些都是尼希米、以斯拉那个时期的人。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在往回推，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他的祖先是谁，或许也会往下走。而在当中讲到那个时期，就像我们常来讲说我们是哪个时期的，当我们就像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的同学一样，其实我们现在毕业了，常常在聊说你是哪一期的，其实讲到后来也不知道哪一期的，就会讲你们同学有谁。其实这样才有办法对起来说，原来你是那一届的。所以这当中也在讲说你是哪个时期的人，这边就特别提是约雅斤、尼希米、以斯拉这个时期的。其实我们看到那种名字，很多时候名字都很像，所以他都会讲到说你是哪一个宗族、哪一个家族，你爸爸是谁，你爷爷是谁，这样才有办法对起来。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尼希米他们把这些东西弄好了，其实当我们在看尼希里面在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这几天也在讲到说，很重要的就是他一开始由外而内，一开始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起来了，然后把圣殿整理起来，然后让这些服侍的人员进到那里面。进到在当中的时候，人的心也要预备好，所以开始带来了住棚节。而在这过程当中，以斯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以斯拉透过他读圣经，透过他解经，而在这过程当中，让人们更加清楚上帝的话语。而当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旨意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他们就是一起来守住棚节，一起来敬拜上帝。而在当中也叫他们要洁净他们的生命。所以当他们要洁净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需要来洗净他们身体，他们身体要清洁，他们要献祭得着了洁净。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洁净，透过了祭司、利未人，也透过他们自己参与在当中来洁净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命。而在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要把耶路撒冷城再一次的献给上帝。所以当他们要献城、他们要献殿的时候，他们也需要透过敬拜、透过献祭，让这些来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从他们住的地方被召来参加奉献典礼，他们用感谢的诗歌、用拔、用琴瑟的音乐来庆祝。就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在当中的服事，包含了祷告、
包含了诗歌，其实也包含了乐团。其实我也期待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样的室内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音乐人才，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有这样的服事，透过了这样的乐团，透过了我们的敬拜团等等的，透过圣歌队，我们一起有这样美好的敬拜的时间。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所参与的服事，包含我们常常觉得利未人是祭司的助手，但是利未人也有他专职的地方，在乐团，在领唱，在伴唱，在祷告，在许多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所做的，其实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有很多的层面是他们被拣选来在这些位置。所以在这当中要奉献耶路撒冷城城墙的时候，这边特别提到说要利未人参与在这里面。利未人从他们住的地方被召来参加奉献礼，所以他们被召来的时候，当然不单单只是来参与而已，不是在当中好像围观的群众而已，而是在这当中他们也要参与在当中，他们用感谢的诗歌，用感谢的诗歌来庆祝，用拔来庆祝，用琴用这些乐器来庆祝。所以用现在来看，也就是也包含了声乐，包含了唱出来的诗歌，包含了弦乐团，包含了管乐团。所以就是说现在的管弦乐团的方式以及合唱团的方式，一起在当中来有这样的奉献典礼。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好像很多教会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好像很大的一个团在当中。过去也是一样，用过去这种解释方式，用我们现在的理解方式，就是现在的交响乐团，现在的管弦乐团，再加上合唱团。让我想到的很像是我们现在的音器一样，音器他们在呈现的时候是有合唱团也有管弦乐团一起的，而在当中有这样的演出，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也就是如此，他们用唱的唱出来，也有管乐，也有弦乐，也有打击乐在这当中，用各种方式来庆祝奉献耶路撒冷城墙。我们看到唱歌的利未人从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尼陀法附近的村镇，从伯吉甲、加巴、亚玛佛等地聚集来，而祭司和利未人为他们自己和民众以及城门、城墙主持洁净的仪式。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来到这当中要有这样奉献礼，很重要的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当我们要将这些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有没有将你自己预备好？所以当中我们看到的一步一步的在处理，尼希米就是这样，他一步一步的在处理这些，在做这许多的预备，在当中从修回倒塌的城墙，修回倒塌的祭坛，而倒塌的祭坛的修复也包含了硬体跟软体的，把圣殿修复了，把祭坛修复了，把人心修复了，让祭司、让利未人回到他们原本的职分，参与在这当中的服事。所以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在当中的记载，让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要参与在当中。最后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洁净自己。所以当祭司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说，你们要服事的时候，你们要先洁净自己，要先为自己来献祭，让自己洁净了，然后开始服事，为着弟兄姐妹，为着民众以色列人来献祭。
这边讲到说，利未人、祭司要为他们自己和民众以及城门、城墙主持洁净的仪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之前，我们也先要预备我们自己。牧者要预备好自己，带着敬拜的心，我们要先这样每天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将自己交在上帝面前。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结识士、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每一个同工，我们也是需要这样预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来洁净我们自己。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要献城门、城墙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有行这样洁净的仪式、洁净的礼仪。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他们在行许多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样洒那圣水的时候，我们好像比较少做这样子。现在也有些教会他们也会去抹油，而这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为这个地方祷告，为自己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其实我们太少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努力在做很多事情，我们一直在忙碌这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先把自己摆在上帝面前，先洁净自己，先把这些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我们一直努力，一直忙，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先来到主的面前。这边提到说，祭司和利未人为他们自己和民众行这样的仪式，洁净的仪式。所以先为自己，为民众，为着城门，为着城墙，主持这样洁净的仪式。所以当中让我们去思想，其实尼希米比较重要的是要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来。透过了城墙，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第12章，透过城墙的修复，透过圣殿的恢复，最后恢复敬拜。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做过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所以很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你有没有真的委身？你有没有真的委身？就像有一个牧师在讲的，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时时刻刻去思想耶稣会怎么做，去思想上帝的话语？很重要。你有没有去思想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透过这当中这些事情，让你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离上帝很远。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只是挂着一个贴纸或徽章而已，随时都可以拿掉。但是尼希米所做的，真的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献祭的过程，用52天去把城墙修复起来，而这52天当中也去思想这当中所做的这每一个过程。其实一个献祭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罪，一个悔改，一个敬拜赞美的时刻，而在当中也在修复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修复城墙，重建城墙，在恢复圣殿的时候，其实也都在重新修复，重新建造，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而回到上帝面前，这样一步一步做，我们也看到走到这当中，当将来恢复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当我们恢复的时候，也要恢复敬拜，也要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这一些，也要洁净自己，将自己献上。所以不单单只是处理这些而已，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回上帝面前，让我们洁净自己。所以在30节这边讲到说，祭司
利未人，为着自己，为着民众，为着城门，为着城墙，来行这洁净的仪式，洁净自己，让我们得以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来领受。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月来看尼希米记这当中所有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今天的经文，来思想上帝要对你说的，来思想今天上帝的话语怎么帮助你。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洁净我们的生命，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将自己献上，让你来使用。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殿，我们的教会，我们这生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就像你拣选的祭司利未人一样，愿主你也拣选我们，让我们参与在这许多的服事里面，让我们领受的所有的恩膏恩赐是为主你来使用。
在需要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参与在当中，也让我们先洁净自己，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先回到你面前，交在主你面前，让我们先为这许多事情来摆上祷告，不是自己在追求什么，而是单单的降服在主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愿你悦纳，也愿你继续的看顾与祝福。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有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将自己献上。愿上帝赐福于你。